北科大计发一款无线具互动的机器人，得到国科会科技奖的肯定。团队希望这个机器人除了提供运动员训练以外，卖当互民众有更较趣味、无线具的体验。我VR目镜和包括性的手录啊，所报道的含义互动，这款会当陪你练包括性的机器人，就是北科大互动设计系和清大国北高大做伙合作的移动军备，会当模拟真人航拍的感觉。开始想要做一点运动科技的相关的研究，然后就开始去打拳击，然后拳击打着打着，就突然觉得说，因为有些东西很 repeat， 然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好玩，有点 boring， 所以我就开始设计一个可以移动式的拳靶，然后借由这个它可以承受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可以全力的挥，不用怕它坏掉，然后再戴上 VR 头盔，可以变成不同的样貌。会眼看成为北科大活动设计系助理教授韩炳宪，想要更较趣味来学步性。移动军备是用手型触角回馈技术来提供步性选手，做为训练打击和步伐。出大部分员需要一直刷动和辅助打击训练，降低人力的负担，嘛较袂受伤。团队嘛找真正的步性运动员来试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借由这样一个机器人，可以减低教练的负担，然后可以希望说，也可以把这些拳击选手的不同的对手的不同的资料，也可以把它 apply 回来这个机器人，让它照着对方的移动模式移动，那我们就可以提高一些训练的一些成效，这样子。上时团队嘛改良几款网球的人物，在 VR 世界内面，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做训练，模拟擂台状况和体验会当更较真。那设计这些可爱的玩偶之后，那就是一般的民众他看到的时候，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比较大的压力，那又觉得说这些玩偶就像在玩游戏一样。目前市面上的步行系统是无法度提供上复杂的打击和脚步训练组合，移动军备会当透过平板来操控，刷动的方式袂单一。因为它有移动这个特性，所以你可以绕着它打，或者是让它绕着你打，就是可以去做追击啊，或者是被它逼退的动作。团队是一直透过讨论和改善优化，让军备大概防拍了都会当转去到直直的状态。这个计划嘛得到国科会2023未来科技奖人文科技类的肯定。未来除了做专业训练的用途，团队嘛希望移动军备会当推广去各大运动中心，让一般的民众嘛当体验步行的趣味，佮会当当作抒发压力的管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